那么咱来讲这善心欲乐啦，欲乐即是好就对。这个善念就对。咱心存善念，有迄个善的迄个愿望，迄个愿望就对。有善心，伊就好参像即是好。即嘛咧热干，好很热，安尼哇，拢无雨水。这时阵你看，咱俩伫咱这日月潭咯，各位伫石门水库啦，无水，害啊啦。系啊，在座各位造成了咱吼，这耕作的人非常的困难。啊，咱一般百姓居民呢，若无水，咱啊生活都困苦，对不对？真侪无方便的所在。所以有善心，你有善心是对人有利益，对人有利益，会当处处为别人设想。你就敢若像及时雨就对，真热时阵，突然间落一阵大雨。啊，欢喜啊，感恩啊！天地安尼这帮忙，甲咱真疼痛。哎，这及时雨就对，这是及时来的下雨，是正是时候，正是时候就对。安尼，这个雨来的时阵，好让枯木长新枝。安尼会当互树地这果木啊，树啊若无水就会死去啊啦，无死。啊，对，互伊个生补新的益出来。像咱即马道场内底各位，哇，迄桃花心木，吼，即马拢拄报新年嘛，对不对？安尼落雨一阵啊时间，安尼结果伊新年都补出来，啊，即马过几工啊，就会雨来，过几工就会雨来，啊，雨来了呢，在座各位，你看对这天下间所有吼，安尼万事万物都对，拢带来滋润啊，有这滋润，各位带来雨水，好有营养。可以，这拢是非常重要，会当吼生出一个新的枝叶就对，新的枝叶吼可以出来。恶念就如同狂飙风一样，一个恶的念头，真无好的念头，要害人的念头，都参像迄个风啊，去狂风大作啊，狂风大作。各位，即嘛美国啊，德州啊，各位2天的期间哦。20-30个啊，20-30个什么龙卷风啊，加利亚风，迄厝起到偌水你知？迄厝偌庄严你知？各位，迄车买到拢有够赞的，各位，迄道路建设了非常的完整哦，各位啊，真气派，真好看，各位，但是安尼一连串，哎呦，不断的迄龙卷风直来的对，厝拢加利亚风加了，连个车嘛叫加起嚟啦。车嘛加起来，你看啊，人的生命，本来就真脆弱的啊，对不对？这款的这天灾地变哦，是嘛？各位伫美国时常发生，世界各国嘛拢安尼就对了。是嘛？这个大环境因为是气候的变动，吼啊，温度的提悬，所以造成了咱什么袂稳定，天气袂稳定。各位啊，咱大家生活伫这个空间，咱随时都提心吊胆。恶念都参像迄个风，定加利亚风安尼，直加安尼，直吹来就对。安尼直都叫这个大地啦，安尼互这个大地吼，拢完全有这个灰尘安尼，加滚的了，规个拢蒙尘呐。哦，安尼去打掉这种的垃圾啦、尘污啦呢，互大家安尼生活袂轻松。各位哦，安尼的日子过得黑暗哦，袂快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狂风大作，这个狂风大作，各位就是恶念来。原来是这个恶的念头，恶的念头你看，你要伤害别人，要侵占别人，要去害别人，就对。这个社会伊都袂稳定啊，社会袂稳定，袂稳定，咱的心呢袂清净啊。每天活伫迄个环境的内底，每天拢一定要预防，惊讲叫别人陷害。安尼各位，你看每天都安尼，真紧张，真刺激，各位，真惶恐，各位，你看。咱这一个恶念会造成了这个社会袂平静啊，国家袂太平啊，所以各位这恶念是非常唔好的对。各位天地袂当原谅你，各位哦，迄个罪恶一定迄个恶神恶鬼会靠近你，一定靠近你。为什么？你心存恶念，所以咱人要有善心，要有善念，要有清净的念头。各位，安尼无形中，咱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。
你若是时常心啊清净，各位啊慈悲，会当宽赦原谅别人，各位安尼你的心，这个心若是清净，各位伊就会光明，啊光明就是啥？各位就智慧，有智慧要成佛就会紧啊，成佛就会紧，各位对不对？啊，咱其实都是因为拢叫黑暗砍掉呀，一个恶念就是一个黑暗，一个阴影就对，阴影你甲你打掉的。各位，你看，你看袂到人生的方向。我来这个世间的目的要创啥？完全无清无楚，所以足容易做罪，真容易作业，都真容易坠落。迄观念的偏差，观念伫倒，观念都是这恶念，都是这个恶念。观念若一直有颠打去，你要成佛就足遥远的。所以，这张就这一面来向各位介绍，互恁大家报告，互恁知影。啊，恁来了才有价值，各位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